大家好，我是欧巴，伊是狗阿光。伫料理救援队的第10集，有小解到中秋食月饼。现代的人毋若食月饼，嘛足爱食烘肉，像即个就是俗胖狗肉，这是阿光上爱食的。阿光，咱等一下再食啦吼，先来讲寡相关的语词。提醒大家，下面的内容拢是甲放假有关系，建议大家爱先去看放假哦。俗胖，俗胖语源是为日语来，毋是因为即款胖较俗哦。烘肉，烘肉，中秋迄天，大家来烘肉，而且烘是动词，表示烘的动作。啊，若是阿光上爱食烘肉。这个烘肉是讲肉的料理方式是用烘的。烟钱、烟墙、烟钱、烟墙，较早的原料拢是用猪肉，即马出头足济，有鸡肉、鱼肉、木材仔，出在里景。到，到会当讲是数量词，比如讲一狗润饼。毋过伫放假内底是讲甲烘肉，甲醃伫个俗胖内底，或者狗，安尼或者俗胖狗肉。腹肚，腹肚，即个发音爱特别注意，伊甲北平的北是同款的发音。胃肚肚，胃肚肚就是胃胀胀、闷闷，人无爽快。阿光，你伫烧腹肚，敢是食伤紧、食伤油，胃肚肚咧艰苦。中秋是全家团圆、拜油仔、食月饼、赏月日子。歹心学乐道的鸟鼠仔头家，煞利用月饼来害人，拄好互料理救援队掌着，用神奇食谱解救所有的人。好佳哉！有阿光恁料理救援队来阻挡歹人，要无即个中秋就过去了啊！各位观众，今仔日讲的敢拢会晓啊？逐工听，逐工讲，你就是台语万事通。爱会记你替台 Friends 面册专业起赞、分享、追踪。料理救援队后摆会发生什么代志咧？咱继续看落去，大家再会。